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那其实跟选举无关啊。那因为后来我也没有去追他，所以我到底有没有签成功？对。当初什么动机要签订？就是有一些家庭跟个人的因素。对，但大概是多久之前的事？这个已经是应该是1、2月我们就有在讨论。对。那你有想过高雄市长这个位置，有想要选这个？其实我的政治理念很简单这个说真的，我一个欧巴桑的政治理念，应该是被你这么一问我才开始想。但是我想这个应该，我不晓得这个对未来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这么决定来回答你。在签副局的之前，有跟柯市长讲，然后他反应怎么样？后来当时1、2月但是应该是我个人的事情，但是后来我有跟他提这件事情，对。然后他反应他就只说哦。那你们还有讨论关于高雄市长的问题吗？我觉得这个假设性的问题，我觉得我没办法回答。好，那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想请教，那之前受访的时候有讲到说，认为第一政党在如果有补选的话，不该缺席。现在您的态度还是一样？我想我们民众党的态度应该还是一样的。是什么样的态度？就是这个我好像接受专访的时候，我有曾经讲过嘛，就是当然成立政党的目的当然是要取得政权，所以大概有每一场的战役，我想我们应该不会放弃啊。但是至于什么样的形式参与，这个我们党部内部会再讨论。那你觉得韩国被罢免的程度高？这个我没办法去做判断。好，谢谢。你自己也不会排除参选吗？既然户籍都签了，这个未知的事情，抱歉，没办法回答你假设性的问题。按照我的理想，你知道吗？最好口罩是一边一个人，因为不是说假日会不呼吸的，难道假日不去爬到公路不出去玩？最理想应该是用自动贩卖机，然后不管是用身份证或者是用健保卡，那去买的话，一天给一个。那也许如果这个照中央说口罩以后生产量达到1500万以上，如果是真的是这样，那应该是一次就可以买4个礼拜，我第一次28个口罩，17、28，应该这才是最理想的。所以我也觉得说，那种自动贩卖机的技术上都已经相当成功了。礼拜6会展示给大家看。以台湾的 ICD 技术，你知道吗？自动连线、智慧型的口罩自动贩卖机应该是做得到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校，我一直不敢下令说学生全部戴口罩，因为我如果要下这个命令，我自己政治上要负责任。那就是你一片都没有办法给他一片，你怎么下令说你每天要戴口罩？所以我希望是说，如果台湾的口罩真的生产量达到日产量1500万片，最理想应该是用透过自动贩卖机，每一次买28，一次买4个礼拜就28片，这是最理想。如果我个人这样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下令说大家全部戴口罩。台湾的疫情大概我们第一期是叫黎明先见外一路，所以我们这一波还好。我看到昨天已经降到3例，我没有看到今天的数字我不晓得，不过今天的数字还是比如说3例、4例、5例这一种。我们大概第2波的危险期就熬过去了。这个我在想在防疫的战略上，当时我有批评过嘛，我们实际上在过去这个10几、20天当中。几乎台湾的确诊率都是境外一路，那本土的很少。但是境外一路大部分都是欧洲跟美国，因为事实上你把整个时间统计起来，从中国大陆进来有大概12亿、11亿左右，从欧美进来是超过10倍。所以假如说当时在防疫措施上，你知道，我常常说对美国跟对中国，
要采取一样的标准。你从武汉进来，全部要集中检疫，然后要检查才能够上飞机，做一大堆动作。那你从美国回来，一个飞机上面就感染10个，完全不对吧？所以所以有时候还是秉持专业，不要被政治扭曲掉你的专业判断。